警方开始用毒品催烂快胎掠食毒塞车，不到2礼拜，全台湾就掠到241件。唔若爱罚钱、吊销驾照，甚至犯着公共危险罪，可能爱罚关3年。就算民间有人发起联署爱加重处罚，也是有人认为讲就要建立呢这高风险驾驶人资料库，来防止食毒塞车。先跟我们派出所。 因为我是一个妈啦，拜托啦。警方叫伊到镇登去派出所，这查某人一直讲拜托卖啦。涉案的越南籍女子所驶乌色轿车互查出来牵涉侵占，毋那车毋是伊的，经过屏东警察检验，也发现伊食毒塞车。业绩诚信离职，精神恍惚，恐有施用毒品之虞，经以唾液快筛初步检测呈2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。 那外州连续涉嫌食毒塞车，新北市有10人诉借依托迷子了后，开车出去8分钟就抢王顶弄死骑车的人，进前互检方起诉。这类食毒塞车弄死人互起诉案件，去年有21人，警告几千人涉嫌食毒塞车互以上。尽警方在执法上有毒品快速的检验器制了后，其实拄到未少塞车的人想要设法闪过这检测。 会要求一直喝水，一直喝水，一直喝水。那其实他就要拖延这个时间了哈。我们会告知他哦，你这个喝水哦，跟你检测的值哦不会有影响。哦，那如果你再刻意拖延，就可能有拒测的状况。那取缔件数的部分，还是以北部的都会区啊，取缔件数较多。 用喙烂检验是毋是食毒实施了后，今日台北市8家已经处理41件，拒绝检测1件；新北市是2礼拜掠到121件，拒绝检测11件。全台食毒塞车无到2礼拜，竟到241件，开罚金额是上千万。甲以往比较，处理食毒塞车的人数增加人，伫短时间内就增加真多。 终于把这个脓包戳破了感觉哦，所以呢，我觉得短期内呢，应该这个案件量的增加是可以被预期的。我不认为他有办法能够100%的做好未来的所有查缉工作。最重要的还是要推广这种我们的这个离毒。 食毒塞车尽管无造成事故，也可能牵涉公共危险罪，处3年以下徒刑，要罚款。吊销驾照这行政法，严格食毒塞车问题完全在。有学者分析，就毒品快速检验，加减有吓阻的效果。不过要安怎降低食毒人口是无用忽视。民间是发起连署加重罚，并且建立高风险塞车的人的资料库，卖互食毒塞车继续真做道路，稳重的失手，亲像无定时的炸弹，危害社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